好，咱即届邀请的，就是可能是乌多摆环岛普罗级的，就是已经去过3届的名言，伊想要来分享伊即届去环岛的一个过程。啊，就是我差不多伫半个月之前，我嘛有去环岛。我感觉台湾足水的，我嘛真期待今仔日名言的分享，所以咱来拍鼓啊，掌声来鼓励。好，欢迎明安。好，我敲一下我的电脑。等我一下哦。把紧倒来。倒饼啊，吼，安尼是对的吼。有，安尼有。好，就是我要来讲的是，都摆环岛。听讲即里爱读环啦，所以我就读环啊。阮阿嬷嘛讲环，所以我对，所以我阿嬷读环，我嘛读环，好就安尼。就是讲都摆即个字有人写罗马字，应该是讲较侪人写罗马字，毋过嘛有看过人写汉字，就是斗即3字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就听用安尼。好，过来就是我就是曾明干，桃园人，27岁，都摆环岛3届，好。安尼环岛来讲互清楚，环岛一粒岛就是台湾本岛吼。有的人环岛会有无共款的形式，像讲，伊可能环的是即个绿岛啊，还是兰屿，或者是平湖嘛。我讲的是台湾岛就是讲有的人是即像讲8字形环岛，就是为应该大家当了解，就是八字就是写一个画一个八，安尼就是为中的山，就是行山路然后为中环过去，或者是安怎？我讲的即个环岛是写上外面安尼一类，当然无一定是行海岸线、海岸线遮尔即个遮尔大坑就是讲写一个圆安尼，好，安尼。你敢捌坐过乌多摆环岛捌的野手？毋过我即摆看无即个开讲式。我帮你算。好，目前无。无人看过哦。好，安尼无要紧，我讲我的故事，因为我是看过3届，第一届是2019年的2月，迄当阵去4工踅一轮，其实足拼的，因为迄当阵拄好是伫咧做工课，所以就是拄好迄当阵是做啥？就是放假，就是过年啦吼，过年拄好有休几若工然后就是其中4工去环岛，过来就是2020年的11月的时阵，嘛是去环岛，迄当阵开8工主要是讲迄届环岛是去面试考研究所，就是讲拄好是一个为即个当兵先过，我带桃园为桃园出发，然后踅当兵，过南部过来起来到台中去考即个测试班的考试，就拄好其中2-3工就踮台中遐去处理遮的代志。嘿，迄当阵是8工，因为拄好差不多2-3工踮台中安尼，所以有较久的时间。过来是第3届的环岛是2020年的12月，迄当阵去6工，就是讲无讲啥，迄当阵拄好是跨年，就是和朋友做伙去台东跨年然后就是踅一轮安尼。好，安尼这是阮2019年和迄当阵的同事做阵去环岛这应该是上尾一工的相片了，迄一张合照不要讲，就是合影吼，就是照片当中应该有5个，另外一位是佫有一位啦，毋过伊就是阮踅较大咧，阮行即个北部滨海，毋过伊可能感觉
想要先登桃园，伊就无行滨海，伊行即个叫做啥？台五线，怀疑就是行别条路转去。然后过来是即个2020年的时阵，11月迄当中我是家己去，就是说一连去面试以外嘛，拄好见一寡朋友，和因开讲讲，我到底要要读研究所无安尼。过来就是2020年的12月31日，迄天去看，迄天是上尾一天，就是旧年上尾一天。阮做阵去看到就是，即张相片是用即个叫啥？就是底片的相机翕的，这是应该是我大汉了后，佮第一就是大汉了嘛，就即摆拢已经是数位的时代的第一张的即个底片的相片啊，感觉讲足特别的。阮朋友甲我讲，这一张爱20块还是40块，贵爽爽。好，安尼我要过来讲是即个环岛的即个相片，来互大家看。即当中我应该会当看到大家的即个好，这是我出发的时阵的行李，就是其实无介济呢，就是安尼，就是你大家看到的安尼尔，就是头前一个叫做啥？袋仔内底一寡物件主要是讲是安怎会安尼，就是讲防水、防水啦，就是足重要的。就是讲即个有当时也会拄着落雨，你若是行李囥外口，这其实若淋着雨，这足麻烦的。所以会希望讲即个行李会当减少到一个会当缀入去即个后斗的。过来就是讲，这是一张真普通的相片，这应该是伫叫做南投还是南投？南投，南投的即个台三线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等太阳灯的时阵，摕手机翕的。爱注意安全，注意即个罚单吼。过来是路令，就是阮就是做自由的啦，就是讲阮看到啥，阮就停落来，就是这就是讲你咧找伴的时阵爱注意，就是讲你若是找一个伊的恁两个即个痛若是袂合，就真熬冤家安尼。毋过阮就是感觉我迄届找做阵去佚佗的伴是最好的，就是讲我想要停落来的时阵，伊嘛袂讲啥。而且我感觉就是一个会当甲大家分享，就是恁若是有找伴，恁会当就是讲好咱恁后一个所在是踮倒位休困，就是咱直接去遐，然后中你要去踅倒，你要徛偌紧徛偌慢，拢无要紧。这就是一个较袂冤家的方式。这就是路人看到的一个相片啊。毋知影是安怎，伊是食竹笋，毋是食包啊？好，后一张，这毋知是咧创啥，反正就是一个无咧做事的一个菜，应该是要安讲小根，怀伫休困的田，然后过来这是往来田。天津啥？好，还你这就是过来这是这往来田就是往来田，这应该是对面尔，就是拄仔迄两张是对面。好，过来就是这是火车，反正阮就是足无聊，就是看到车就停落来翕，就是凊彩行看看。这是伫家己的这个鸡肉饭，毋是喷水的啦。这毋知是倒一间，反正是喷水的。这就是
感觉讲南部的即个开销真正有较俗，因为我会记迄当阵看到介绍时阵，哪遮俗？就是这是北部、中部、北部，就即叫台中，或者是北部食袂着的即个介绍。啊，袂记偌济啊，反正就俗的。啊，然后过来是花，迄当阵就拄好经过一个，拄好有一个啥物花展，啊，就是有一个安尼一个所在当翕相，啊，然后后壁迄是叫做松叶林啊，啥物迄啊，毋知影，反正就是这啦，就是这就落雨松哦，啊，对，落雨松的，就是足济这网红、网美、网水会去翕相的所在。啊，毋过迄当阵的时阵，这就是无水，因为就是要翘起啊，迄款迄种色。过来是南部的这第三线、第三线、第三线，就是讲遐有一个区间测速，就长的6公里拢是咧区间测速。好，过来是这是就是去掠红啊，食娃娃啦吼，就是我会记你开40箍啊，毋是80箍就掠着4只，就迄拄好就是卡伫迄个要落来啊，就80箍就掠着4只呢。好，过来就是这基山遐的迄个啥物面，生鱼面哦，还是啥的，嘿，就是去食这。啊，过来这是叫做斜张桥，车张桥，就是感觉足水着停落来翕相安尼。这个翕相的所在是伫咧一个山顶，就是拄好，就是斜张桥是啥哩？嘿，就是这是一个伫咧即个叫一个山路顶悬啊，会知影遮是因为有一个迄当阵去高雄佚佗一位朋友带阮去的安尼。好，过来是这好，过来这就是即个工业区啊。其实你若是骑车骑到遮，你就会闻到一个足重的味，你就知影讲这是，就是你会闻到遐个空气无好的感觉安尼。足明显的，过来，这是头一天的，就是伫毋是高雄，伫南投遐，啊，就是骑山路，啊，有一只狗，吼，啊，就安尼经过安尼，搁看一届，嘿，好，过来。就是阮伫这个倒位，东港，就是买足济物件食，暗时。即当阵应该是差不多11、2点啊，就是去踅踅，看到一间叫做啥物炸馒头、煎馒头的一个当地才有的一个物件，就感觉无来食看觅安尼。好，还是。这是隔工再去第二工。阮第一工就是为台中，我的第一工啦，因为阮朋友是为桃园落来到台中，啊，阮才做伙为台中开始出发。啊，这是我的第二工，就是去即个东港的，遐有一间一个叫做市场，这就是沙西米，对，沙西米。应该大家拢会安尼嘛吼，即沙西米甲瓦萨米爱伤者，我会安尼啊。过来这是一张风景无啥啊，风景。过来就是路边的一个肉粽店，就安尼，我就看到，我讲无来食一个啊，阮朋友讲好啊，食一个，就阮就足 free 的，想要创啥就创啥。啊，就是迄当阵拄好，迄个做啥足穿的，就是营业中足穿的。啊，阮就拄好
踅来遮去遐看迄当阵因即个摄影的所在会生做啥物款安尼。过来这是台湾上南边的迄个点，就直接遮翕相。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为遮爬落去，当然啦，边仔后壁有一个小路来当行，落来你就会当看到讲甲顶悬无共的风景，就感觉讲足水。当然咯，这拢有雕过石咯，毋是看到就安尼。我还想讲哦，这咱即摆看到所有的相片拢有雕过，所以会较水一寡。对，这就是共款遐。过来这就是讲这是做啥？我袂记这图，反正就是伫草园吧，草园的款，大草园，我遐有一个草园然后就是讲草原，大草原，就是遐有一个所在然后就是阮徛起伫的时阵，迄个风就透甲就是奥多摆强要就很就是变过迄种感觉，就是徛到足恐怖。然后咧就是麦当劳，就是讲。我就讲，无来食麦当劳好啊！我就喊阮朋友讲，我朋友甲我讲，我就看你会当啉偌久，无要食麦当劳。我是最爱食麦当劳的人，伊就讲，想要到第二天就开始食麦当劳。后来这是有一间就是伫南回公路遐，东边南回公路过。就是为西边到东边遐有过去了，有一间就是卖即个鸡排，加就是啥葱仔饼，好食，毋过啥？毋过伊足早就关门啊。就是加在迄天是因为足侪人安尼过去，就是讲我问讲，这。Google 顶悬毋是写讲8点几点就关门啊？伊就讲就是因为就是一直有人客去，就讲无就蒙做到阮到的时阵，还佫有通好食。过来这就是伫台东迄天去，就是跨年的现场的这个相片。好，过来这是第3天啊，第2天就是。阮骑车为东港骑到台东的市区，然后就是伫台东的山顶，因为即个市区已经找无房间因为已经是足晚才决定讲要去，所以已经找无房间，就是伫山顶找一个所在住等下会讲到这个所在，这是为山顶翕落去的这个相片，然后就是一寡食的，还有食的佫找到一个当翕火车的所在，就到最后，阮就是2个人拢咧翕火车，无咧环岛这是一个包仔的故事，就是迄天著名的，就是台东毋知倒一个所在，反正袂记了，反正遐就是足出名，就是包仔，去遐食，然后有一个阿嬷就出来讲，今仔日哪会起价啊？啥？哪会甲昨介绍无共讲今日就开始起价，就是拄好，因为迄天是1月1号，1月初1，今年的第1天，伊就讲拄好起价，所以讲伊就拄好买到一个较贵的价销安尼。我嘛是，就是可能起一粒起2箍，还是起偌济安尼。再来是猫啊，这是第一间即个加油站的猫啊，伊就是做爱跳起人的即个车顶我就甲问讲，你要做迄款倒？伊尾仔就迄落。迄个时间我提醒一下，你爱注意一个时间。时间过偌久？差不多4-5分钟。4-5分钟哦。好，这是这南回，毋是北回归线。好，差不多安尼。我先讲我后壁物件，好，我都有闲才讲。好，继
继续讲我后壁要讲的代志。好，我来讲要安怎排即个行程，就是我会用4个物件来讲。第一个是日子，你要去几工，还有倒几工。第二个是预算，就是你有偌济钱。当来讲钱爱大概安怎算。第三个是目标，就是讲你即个环岛要创啥，就是你想讲要去上北、上南、上东、上西的4个所在看。而且是讲，你想要去收集啥物物件，去踅台湾无共所在的册店啊，是安怎？好，拢就是找一个目标。啊，你无目标嘛无要紧，因为我就是较意骑车，所以就出发有当时骑车本身就是就趣味这样代志。再来就是路线，就是讲你要像讲西部，就是你要山线、第三线，或者是讲海线。即西滨第61，啊，伫东部主要就是讲你，即个是要海线还是山线，就是台东到即个花莲即段，你要安怎骑？就是讲你路线的一寡选择安尼。再来就是讲，爱几工？上紧是1工，就是讲有的人就是会挑战讲我24点钟内底踅台湾一个。啊，其实足侪人先讲过，我有一个朋友嘛有安尼捌安尼过，啊，毋过伊讲伊差不多差半点钟啊偌，有法你嘛是安尼踅倒转来，啊，毋过就是爱注意安全。好，再来就是讲会建议偌久，就是上无爱4工，啊，建议是5到7工，就是会当用你要逐工要骑的时间甲距离来掠。一工环岛一工差不多是1000到1200公里。所以你就去算讲，你一工大概爱骑偌久，啊骑偌济时间，用 Google 的即个地图就当大概掠一下。好，再来是爱偌济钱，交通差不多是1500，就是讲你的油钱甲你换乌油的钱大概就是1500块安尼。食的差不多是500块一工，就看你要食偌济，食偌好。再来休眠800一工。相对来讲，看你要食偌好甲偌，迄落就是。这倒饼450，正饼30块，这就是你要安怎选择吼？你就所以大概一工掠500，差不多就是有当时食较好，有当时食普通安尼。再来是你困要困偌济？倒饼的1700，正饼的3700，就是你会当选择啊。而且这是一间的计销，所以你若是2个人、4个人，你就会当去分这个钱安尼。就是，过来爱传啥？就是魔法小卡，魔法小卡就是信用卡啦。就是讲你啥拢无赚无要紧，你信用卡砸咧，你欠啥你就随买啥就好啊。当然啦，你讲算笑的，建议爱有诶，就是讲奥特曼嘛，奥特曼一定爱有，无你要安怎看到？第二是安全帽啊，这嘛是一定爱有诶。再来是风拍诶，我哪会拍毋着？风拍诶，即个用品，就是讲即个。叫做啥？风拍的一寡物件，因为足熬拍伤的，搁来是护具，啊，搁有手机啊，甲充电器，啊，行李部分甲钱，搁有身份证，对。啊，建议爱有就是手套，因为徛遮远，手套建议爱用，就是爱挂一个手套较安全。然后就是手机啊的即个手机架啊，毋知我安尼。讲对无？因为无人，我听人讲过。再是拿个耳机，就是会当拿听音乐，则袂遐尼无聊。再就是爱有保险，就是你若是无说你受伤安怎，较有保障安尼。再就是讲道路救援的服务电话，就是爱记一下，因为若临时车歹去，车安怎就是会当找人来这处理。啊，搁有行照，就是讲你若是要互你的车坐准，你就是爱扎行照。过来就是你的魔法小卡。过来爱注意啥2个代志，第一个是安全，第二个是罚单。吼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注意就是南回界甲苏花界是袂当徛的。啊，政府讲这是安全转出的路，我是无相信。然后遮尔安全的路，竟然我都还袂当徛。好。过来是 Q&A， 应该无时间啦吼。安尼大家若是有啥物问题，可能最后再问。好，
先感谢民间的分享，反正咱们是会当留3分钟，互大家简单问一个问题，吼。好，所以即摆大家若有问题，会当随时提出来甲民间问。敢有人想要问伊问题？好，首先是阿姨，请讲。我想要问讲，恁的住的所在是先已经按好啊，还是讲恁是看迄工真忝，还是较袂遐忝，就随时迄工暗时才去找，还是安怎？好，因为阮就是会先排讲要去倒位，就是讲第一工就是为台中到即个屏东，所以阮就是会先找好要住倒，因为安尼第一个是你会当确定讲你有所在住，当然袂到无所在住，毋过你会当找较俗的，就是讲你若先找你当找较俗。第二个是你若是知影讲你今仔日爱徛偌远，你会当较好占你的时间，就讲安尼我差不多是到倒位食中昼，今日可能暗时若无爱骑车，就是讲安尼我几点就爱紧出发安怎，就讲你若是有找好遮个点吼，你咧安排行程会较顺利。我是安尼感觉。当然，我有朋友伊是拢无安排，反正就是去，然后就是到倒迄工才找，毋过就是因着开足侪钱伫咧住，找住的所在。若是恁的衫啊，是就是有是规路就是已经先炸好，还是讲可能先寄去倒一个所在才搁去摕，还是？就是阮较垃圾，就是讲阮就是外衫，因为阮拢是差不多拢是冬天去，阮就是外衫3工才可能2-3工才换一届，看恁会当忍偌久啦吼。就是外衫无要换内面就是迄领，就是底黄啊是安怎，就是换内面迄领。所以其实要炸就是内衫甲内裤，可能炸3束。就是阮若是去4工就是炸3束，然后就是讲台湾其实足方便的。你若是寒，你若是无啥通穿，你就去找 Uniqlo、去 H&M、去 Net 啥，就去买就好。你衫同款，你就是你若是穿，就是你若行李伤济，你买伤济衫，行李伤济，你就先找一个物件，先寄倒转去厝，叫妈妈先洗，叫爸爸先洗。讲我对伊就衫通穿，像安尼啊，就是讲伫台湾就是足方便的，真正足方便，所以我来讲钱早到就免烦恼遮尔多，真正的。了解。好，安尼咱上尾做一个问题，开放一个问题，讲个人想要问民间的，三不？美容馆，请讲。我看你的迄个乌托邦是毋是有种行车记录器？所以，所以讲你即几工的迄个过程啊，你一定会想要甲录起来，还是讲想要翕相？你拢会安怎来整理遮个资料？比如讲你是迄个暗暝的随整理，因为有一寡物件你也无随整理，可能就袂记讲迄是啥物所在啊，敢会安尼？好，我讲者就是，阮和阮朋友其实有想要用行车记录器去记，毋过就是因为SD 卡嘛，伊个空间有无遐尼满，就变做是讲，因为伊是一直录，所以你若是迄工徛伤济，比如讲徛8点钟，变做是讲伊头前个影片可能就会洗掉，所以讲变做是讲，阮和阮朋友原底有想要讲，无着甲行车记录器个影片拢收落来，拢会当试一下会当整影片还是创啥，毋过后来就放弃啊，因为讲伤麻烦啦，嘿，然后就是讲即摆用手机去上啊，伊拢会记录你翕的所在伫倒位，所以足方便的，你就是看伊伫倒位，你尾仔才来记就好。好，多谢。好，安尼就感谢民间今日精彩的分享。